全網咧都喺度盲目咁樣複製 Elon Musk 嘅殖民火星夢啊！但係我今日咧會用物理學嘅角度重新解讀呢個，從來都唔係成功學，呢一個係一場冷冰冰嘅量子力學實驗。喺量子力學入邊，萬物咧都喺被觀察之前咧已經喺有無數個可能性嘅波函數存在，只係當觀察者一介入嗰瞬間咧，佢先會喺瞬間塌縮成為唯一嘅現實嘅。Elon Musk 真正嘅厲害地方咧，係佢先喺潛意識裏邊將嗰個人類殖民火星嘅未來觀察佢，並塌縮成唯一嘅結果，因為結果已經係唯一一個。咁佢大腦底層嘅肌肉咧，先會好似一個冷冰冰嘅機器，做一個反推出幾萬個核心數據，去抗住所有常人冇辦法想像嘅自毀壓力。而佢係用緊當下實質嘅行為數據同埋潛意識進行等價嘅交換。如果你日日仲喺度望住個願景版幻想，一遇到有咩困難卡點咧，就習慣逃避啊。咁呢個只係用咗幻想俾你大腦食緊一啲止痛藥。